兄弟姊妹，大家早平安。感谢主，咱来迎接2024年新的一年，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同在。因为新的一年代表新的上帝应允、新的恩典新的祝福。愿主亲自甲咱同在，互咱伫家庭、伫教会、伫咱的国家，拢有对上帝所赏赐迄个美好的命定。我要招咱甲隔壁，无一定要握手啊，讲数讲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，好无？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赏赐阮新的一年。主啊，一年的开始是因为上帝你的创造，互地球面对新的时节，所以阮的心也要换心赢志。愿主的应允伫阮中间，将你的快乐也赏赐互阮，亲像万米拢在成长草木树芽、花草拢大大的旺盛。主啊，也互阮的心共款有旺盛的心智，我靠主来得胜。我们用你的话三甲学习，愿你亲自来引出甲带领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拄则咱师会魏鹏长老已经甲咱分享，今仔日是咱新的一年的开始。咱拄好有3位新的长老，6位执事，阁有4位机构的首长要来就任，也阁有咱即个中部大道70-80位的同工，要伫遮来受差派。这毋是一个年初的一个仪式，是呢，咱确信，当咱仰望天朝主的时阵，咱就要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新的开始，毋是人的制度的开始，是上帝的恩典甲祝福，定心充满伫咱中间。所以，牧师要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学习，就是所有伫主的圣会三甲参与服侍的同工，伫公义的顶面拢是主的奴仆。主的仆人咱要受呼召，有甚物圣经的话通真侪咱一个学习呢？咱要用这个来成做咱今仔日要就任的同工，包括所有咱参与服侍的兄弟，咱有一个真清楚、美丽、美好的呼召，也咱做伙欢喜靠着圣神的快乐。来成就伊伫咱身上所施落的命定，这个命定是荣耀主的命定，是一个互你搁较进一步来成就上帝祝福的命定。咱有读2位圣经节，咱小等下会通通过经节搁一遍来做复习。什么是上帝的仆人呢？伊的真义到底是什么？今仔日咱要举行中级首长就任甲中部大道同工的差派。特别我提出，伫咱这个长老的奉立的顶面呢，有一个宣告。这个宣告会当真具体来讲出讲，要做长老，咱教会遐侪长老，有啥物特别呢？内面真宝贵的这个宣调词，也是讲一个宣告词，人提出讲，原来长老的这份，甲牧师的这份，是安怎？对一间教会有偌重要？第一，伊讲。旧约时代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，意思是这个故事，也是讲这个传统是对旧约时代、摩西时代就来啊。伊讲有长老、有祭司，佮利未人。咱拢知影，利未人是上帝特别伫因12支派中间讲，来，恁这派专心来服侍圣殿就好啊。所以呢，后来分派伫即个迦南地时阵因意思讲毋免专心去建造啦，到即11支派的人奉献互遮个专心要做主的工的人。所以你看，上帝为着要互伊的圣殿，诚做荣耀的圣殿，会当祝福所有百姓的圣殿，所以伊是竞选一个支派来专心服侍伊所以长老就是遮个各支派的这
才会头人首领吼。啊，祭司就是迄个专职的引带迄个敬拜的即个部分。啊，所以遮个人拢做伙的管理圣殿甲会堂。啊，这是咱迄个等于一个组织的基础源头。吼，原来是对遮来。第二，讲伫新约时代嘛设立智慧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，三甲管顾伊的教会。因为到伫新约已经毋是伫即个咱讲的旷野吼，迄个搬线啦、迄个布棚啦、会幕啦，吼，都无，就变成做固定的。特别经过即个以色列百姓亡国嘛，所以漂流到外国的所在、异邦的所在，所以因的整个迄个圣会的观念、圣会的观念，也是讲迄个会堂的观念，就慢慢进入到伫新约的时代，就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建立的即个圣会，伊的上帝国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，就是用智慧长老佮侍奉上帝为牧者，两项做伙三甲来管顾伊的教会。所以就有较简化，嘛是讲伊较清楚就对吼。第三，伊讲长老职务是甚物呢？讲是要甲牧师啦，甲牧师意思讲，牧师的这份重视主的话的宣讲，长老的任务有遮侪项，吼，三甲就对啦。意思讲彼此互相三资源，也是讲互相三事工的即个协调分配，就是讲甲牧师三甲伫咧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领心的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，造就信徒的模样，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部分。你若甲遮个话吼，莫讲长老甲牧师，你讲遮工课较早咱想过拢是牧师的工课啊，事实伊是讲长老甲牧师哦，就是表示小会是掌管遮个事工。所以若要讲起来，长老毋是干那做遐事务性的工课，吼，遮倒位歹去修理，吼，倒位欠去买，遮个拢是真重要。但是呢，有执事咧支援，长老就是专注伫灵性的部分，专注伫会友信仰的提升的层面。专注伫服侍的心智的鼓励，包括遐有偏差的，也是讲有拄着困难的，咱去甲伊安慰甲鼓励。所以一个长老，若要讲招运吼，实在是足无简单。毋过咱的教会感谢主，咱对初期教会开始设立教会现金，咱的长老一直拢是这方面的模范，咱看见咱的教会。对小小的报道所，到今仔日要迎至50周年，咱遮个长老甲执事担任着真要紧的工作。无论是较早咱还无小组的时阵，长老执事因分派工作，到现在咱有小组牧养的工作交代予小组长，咱有迄个侍奉团队各种较有项的服侍，有各项专业的侍奉团队。所以咱长老会当搁较专心就对啦。意思讲，较早都照分配，你这项先互你做。即嘛毋是长老的部分是甲牧师搁较专注伫整个灵性的培养，整个教会安怎升级，教会安怎会当搁较扩阔，会当搁较见证上帝，会当引带人信主，这个部分吼看袂到，但是搁较重要。感谢主，今仔日呢，咱毋若是。新长老就任啦，是因为咱三位啦吼，三位拢是对执事受选头一遍要就任长老。尼嘛表示甚物呢？咱开始咧进入这个叫做世代传承有世代传承。咱资深的长老有的是年主教，有的是伊拄好休困，然后有新的长老起来接。因有新的长老执事选做长老来接，咱就是自然执事就。爱搁找新的人，所以咱教会进入50周年，咱拢在期待，伊毋只干那是一个安尼闹热庆祝欢喜庆祝那点，是因为咱看见迄个教会组织的演变，咱的即个温度，咱的服侍同工也同时咧进一步新的提升安尼吼。
这是较具体咧讲丢勒要做啥物。但是咱圣经内底咱看见一段经文真宝贵啦吼，就是以赛亚61章1节到20，宣告上帝仆人的真义。啊，这段话咱知影讲，路加福音4章18节嘛引用着。啊，就是咱教会啊，这个自然执事啊，伊伫迄个复兴国小遐一间店面哦，甲整理做一个福音的据点呢，吼。啊，伊就号做48，喏48，啊，就是4章18节，就这段话源头是伫遮，哈，源头伫遮。以赛亚书61章，啊，路加通过耶稣个定心甲引用出来，啊，所以表示这段话毋那是旧约先知领受这个真理哦，是耶稣要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伊佫宣告一解。有3项的重要的任务，第一就是讲。受呼召甲差派，伊讲上主的灵临到我，伊高我竞选我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受竞选毋是人吼，人伫遐投票啦吼，啊人伫遐小推荐啊点，伊是讲对上帝的灵来临到我，然后伊高我，伊是讲用油抹我，啊竞选我，这是这个呼召。受车的一个源头，就讲官兵的来源就对。第二，受调的任务是啥物？这段真宝贵。伊讲，送向人传佳音，以伫伤心的人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啊，受关的来得到自由。啊，这是咱用现代本吼国语的版本啦吼。啊，若是咱。啊，这个台语的念会更较顺。伊讲上主用油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赤人。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家了。啊，他自早以来，对这段经文吼，通常有两方面的解释啦吼。就是讲，这个话要安怎来解实现呢？吼，通常有2种，一种是咱所讲的迄个属于心灵的角度迄款的宣告，但是佫较侪人解称哦，个即个叫做社会福音啦。社会福音就是讲，啊，我对上帝领受到的任务，啊，我看到即个社会实际人甲人讲，咱的民族、咱的百姓有拄到即款的艰难，啊，所以2种的。一种是我就是送向人，我就是遐个伤心艰苦啊劳苦的人，遐个受掠啊受屈辱的，还是讲遐个受关监的，即个实质上我要互即个社会更较美好，互即个社会充满着咱所讲的啊，用今仔话来讲啊，有民主啊，有自由，有平安，安居乐业。啊，咱台湾即个岛屿，逐个人，你我逐个拢非常的好，吼，这是迄个社会福音因对上帝领受迄个实际上重视啊，所以咱看见历代以来真侪的基督徒投入伫社会运动。咱讲一个较具体，英国有真侪当时的即个国会议员，因投入伫讨放乌奴，就是迄个。黑奴吼，毋是美国的管理呢，佫较早是伫英国哦。真侪黑奴，互人对殖民地非洲甲掠来做苦劳啊！迄种的艰苦吼，毋是只干那讲像现在咱外劳来遐做工课尔，迄是变做亲像动物安尼在甲苦待。但迄阵的基督徒有迄议员讲，安尼咱感觉所做的无下圣经的教示，啊，所以就伫遐主张爱讨放遮个黑奴。哇！迄压力是偌大，因为遐个事业家、遐个生理人、遐个咧开工厂的人，感觉讲遮个乌奴真好用啊吼！啊，互伊食有通食就好，剩的拢是我咧用啊！啊，后来嘛，即个任务嘛，团队即个美国去，啊，所以咱知影讲林肯真做美国历史啊，感觉讲是上伟大的一个总统哦吼！啊，伊上大的贡献就是伊甲美国的乌奴来讨放。伊落会倒吧，啊，所以遮拢是具体伊咧做
即个安尼社会福音啦。啊，另外一种的解释是讲，是遮固然是基督徒，有人真侪从事社会啊，从事祖先，从事政治运动。但是呢，丧向人有时是你心灵的丧向啊，啊，看如忧愁啊、烦恼啊、困袂去啊，遮个人嘛是丧向啊，心灵丧向的人传福音，伊伫伤心的人，有真侪人有啊心内的迄个愁苦啦，啊，感觉心内足侪重担，心内有真侪迄款咱讲叫做苦毒。啊，咱要安怎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伊来得到透放，互伊心得到医治。啊，所以受掠、受关，拢是一种心灵上的理解。啊，所以不管是社会福音，无论是即心灵方面的透放，拢是耶稣基督承受着以赛亚先知所讲这其宝贵的话语，啊，互咱通有一个准情。伫咱的社会，伫咱的属灵的工里面做真重要的任务。伊讲上主的官兵是啥物？宣告上主拯救伊的子民的恩年，去安慰悲伤的人。意思，这个是上帝对天顶所应允的。啊，所以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上帝的仆人，啊，咱才会忠执，才会上帝工人是咱有迄个官兵，也是讲有这个对上帝来属灵的亏力，因为这是。圣神高我嘛，伊差遣我嘛，所以我要宣告上帝拯救百姓的恩年，啊去安慰悲伤的人。啊，这诚做耶稣伊要出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佮宣告一遍的话语。啊，咱佮看见啊，这个第二段经文《哥罗西书》，伊原来是咧写着有关当时保罗的时代呢，有关还佫有人咧做奴仆啊、奴隶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奴仆奴隶呢，因呢，安怎免得因伫迄款无自由的环境中间，安怎顺服主？啊，这是这段经文的这个主要的意思。啊嘛，引用对咱服侍上帝的一个心意的鼓励啦。用世上，这是世上的准则吼。伊讲奴仆爱事事听叹主人，毋是做互主人看，是出自真心诚意，因为恁敬畏主。像即个话，互咱用伫今仔日的即个啊，人讲职场的伦理吼，事实就是咧甲咱讲，咱既然受呼召，也是讲你受安排伫某一个职业、某一个行业，你就是爱认真拍拼、诚实，毋是干那讲啊，即个主人对我好歹，是因为我忠诚尽职。就是讲，我乐在工作迄种心意，然后是为着要互上帝看，毋是干那单纯即个主人对我好也歹。所以中伫职责是咱基督徒咧做私人事业也好，政府的工作也好，我毋是讲要互主人看了安尼我真满意，是因为我对上帝领受到即个职分，啊，所以上帝就要因为安尼，互你搁较大的恩典。咱真侪兄弟伫一般的职场在做工课啊，在服务吼，有真侪这方面的见证。有时感觉讲啊，这个主人吼，也是讲咱这个头家对咱安尼无讲介标准啊，介公平啦吼，也是讲对人的这个要求无啥相共，就亲像咱顶几礼拜咱的同工咧做见证吼，安怎互主人这个头家对我的观念改变？啊，常常是因为透过祈祷甲信仰啊来转变这个，因为你忠心伫你的职责，毋是因为为着要得到较侪薪水啊奖金啦。所以基督徒伫职场的侍奉伦理是专心一意，亲像是为主做工，为主做工。所以你的迄个宗旨是较超越伫一般人讲啊，我著拍拼，我做工啊得到薪水安尼，毋是为着人咧工作。哇，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！基督徒毋只干那伫社会咧就职，是讲为着主来工作。佫较免讲，倒来伫教会内底，咱为主做，佫较是主呼召我做，毋是看人。啊，所以真侪兄弟伊领受到即款的积分，因可能暗中咧做，无人知影伊做啥物，但是是为着咧做主的工。
咱中间一项上宝贵的工是啥物呢？就是中宝大道。中宝大道都毋是讲啊，徛伫一个玻璃屋内底讲啊，即个人咧祈祷啊，吼，哦真够服侍，毋是啦。咱讲伫暗室嘛，伫密房嘛，安尼意思是啥物？咱的教会若搁较侪、真侪为主工作的人，毋是为着表面上的通光，也是表面上的一个光鲜亮丽，安尼即间教会就搁较有前途，搁较有新的发展。因为咱毋是干那看人济少，是看见有一群人伫遐专心咧做主的工。但伊讲主的报赏是啥物？爱知影主会甲家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予恁。主会甲家己为着子民所保存的赏赐，意思是讲，伊特别为着你欠一分就对啦。吼，世上的迄个奖金也好，啊，世上的迄个奖赏也好，迄拢无重要，是上帝为着你保存的。我看到有的爸爸妈妈吼，啊，疼囝吼，哇，啊，若去参加什么宴会啊，讲啊，即份吼我要留起来，互阮囝，也是互阮孙，你会感觉真感动，因为吼，啊，感觉讲我即个好食的物吼，敢若我食无够，我的孙啊有食有着吼，迄毋只水，啊，所以上帝嘛是安尼，伊疼咱，当疼一阵为着伊来贡献的人，讲为着伊所保存的赏赐要互恁，因为讲恁侍奉的主基督。换一个较现代话是讲，咱无论伫职场咧工作，伫教会咧工作，你的头家就是耶稣。我为着耶稣做吼，若是照伊的旨意来行吼，无论这个社会目前对待我是啥物，我的赏赐是对上帝所来。这是咱基督徒，咱做主的工人，咱讲上帝罗幕一个真重要的精神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教会差派侍奉者是超越世上的准则，是担负着这个属灵的任务啦吼，是担负着属灵的任务。啊，为了上帝国的扩展来努力，啊，承受上帝伫每一个侍奉者的应允甲命令吼，应允甲命令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就是咱对上帝所领受，因为你毋只干那是世俗的工课。是超过世间一切标准，也是讲咱工作的规则，因为你担负着属灵的任务，为着上帝国要来发展。啊，所以咱要就任的长老、执事，要就任的机关首长，你的任务是因为主予你一种超越着世上的任务，啊，属灵的任务。这个属灵的任务真宝贵。我会记得咱捌听见啊，这个福气教会杨思如牧师捌讲一句话吼。伊讲吼，咱基督徒吼，咱拢讲是上帝的车赛，对毋对？吼，是上帝的车赛。啊，毋过伊佫讲一个较特别的譬如啊，讲咱是上帝派来吼，派来伫即个社会中间的一个，安怎讲，像个007安尼啊，吼，啊，就是讲要探查这人的软正甲软弱，啊，我要甲因回转倒转来，为着上帝国来拯救灵魂。啊！伫暗中咧做这个工课，啊，迄就叫做属灵的工课，吼，属灵的工课。兄弟姊妹，啊，咱知影，即礼拜六，吼，1月13，咱就要举行总统甲立委的选举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是照这个圣经的教示的描述，吼，当俗世的领袖。政治的领袖，伫公义来讲，对上帝创造的官兵来讲，这个国家的领袖嘛是上帝的仆人啦，嘛是上帝的奴仆。啊，所以咱伫这个社会是自由的社会，你我大家拢有家己党派的倾向嘛，吼。啊，我支持某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，也是我支持倒一个立委，哦，这是社会自由。啊，无人管理会着吼。要毋过基督徒就是咱有种心意讲，当即个人要做咱国家的领袖，即个人要做咱即个地区的立委，咱是要求上帝选派下伫伊心意的。意思讲，有时咱脱离一寡咱的好恶啦吼，
一寡社会的标准，咱是讲主啊，这个人是毋是上帝你所差派？因为伫原起初，大卫、保罗、扫罗，这会要做王的是互撒母耳来甲伊告白的。所以对伫外国的传统，特别是国外有些基督教背景的传统，因嘛一直认为讲，世上俗世的政治上的领袖，嘛是属于上帝所掌管。若照这个心意，咱基督徒就较清楚啊。什么人是疼惜这个道士？什么人是咱会当倚靠一个？什么人所讲的话是真实？毋是用话术，毋是用一些安尼无好的方法咧选举的，就是咱讲这个人，因是成就上帝国家义的人。这个就是咱选择的标准。毋是讲我倒一旁的人，我倒一派的人，也是讲哎哟，某物人都安尼有一寡人情啦，某物人都咱某物三节讲四金婆因什么人的孙来拜托啦，安尼。是因为你看见伊是属于上帝国求上帝国家己，用社会标准就是讲，伊无贪污，伊无为着家己也是家族的势力伫咧赚钱，咧竞争，伊疼百姓，欢喜为着百姓的艰苦来努力，甚至为着国家的平安，伊欢喜付出牺牲。所以，安尼是话，咱看见旧约中撒母耳的高抹大卫的，是上帝叫伊去找领袖，敢毋是？所以伫基督教的信仰，咱知影讲，今仔日13号迄天，到底什么人要做总统？那卡数，伊是咱心中感觉讲，伊就是即款的人，就亲像撒母耳咧找大卫共款。这就是咱基督徒一个上重要的核心的这个精神。咱看见撒母耳高日大卫这个图会咱看见，因是跪伫上帝面前啊。小等下咱要来奉立头一摆做长老的同工，因嘛是爱跪落伫主的面前呢。因为因是委身伫上帝，委身伫上帝的呼召。咱阁看见中世纪当时的迄个宗教，也是讲教皇的势力是大甲比国家较大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遐个皇帝呢，若要就任因的王，比如讲像伫迄个日耳曼帝国，也是讲当时的西班牙啦、法国啦，这个王要就任因拢忙赶紧互教皇来甲奉立，来甲高抹，安尼才有迄个合法性就对啦。那么用今仔日的权力的分配来讲，这个教皇掌握着所有的民意啊，所以这个教皇若认同，就表示百姓有认同，因为因拢听教皇的话啦。所以较早咱讲，较就是新权的统治的时代，王拢爱受这个教皇也是迄个宗教的领袖的这个安立，伊这个为着国王来加冕，你看。遐个地占摩这拢是宗教领袖啦，迄个王爱跪伫遐你看这嘛是这是加冕的这个角度。兄弟姊妹，拄则我有讲起着，现在长老教会毋是干那牧师那定，这长老伊担负着要紧的任务，是你这个叫做一个团队的服侍。第二项要紧的是啥物？叫做民主的制度、共和的制度。咱知影讲天主教是安，迄教皇势力遐大，就是教皇有教义啊。伊讲即就是即两，就是两，大家拢无第二句话。有影顺服是真宝贵啦，但是一个教皇都毋是18般武艺啊，有可能伊判断的毋对啊。所以咱教会长老教会用小会智慧，意思是讲好，主要嘛是牧师在想讲，咱做安那好，安那做较好。但是长老因为伊伫社会的经验。有因真侪无共款的角度来做伙参详，所以咱每一件事、每一个重要事工，拢是小会讲好，安尼咱同意，接纳，无问题，咱大家来做。安尼嘛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，迄毋是牧师讲的啦，定咧，咱长老嘛讲同意啊，拢投票同意，袂使讲我毋做啊。较早咱嘛听起一句笑话啦，一个牧师足认真，
足拍拼。讲长老啊，咱来做这毋好，咱来做这项事工好毋好？吼，长老讲好，我同意，你来做，安尼。你就无成团队服侍啊嘛，吼，是好亲像你是立法委员，我是行政院长，你甲我讲好，你去做，咱这毋是想咱做伙来做啦。我一直记得一个真有意思的譬喻，吼，这嘛要勉励咱所有今仔日就任，比如包括所有咱长老、执事、事奉团队、小组长，逐个人做伙来努力往这个目标。这个譬如咱拢定听过，伊讲一间这个弱小的教会吼，一间弱小的教会，就是讲亲像一只牛车，迄牧者吼，像头前迄只牛啦，咧拖迄只车，这个中间吼，讲坐伫牛车顶，举一支，这个皮鞭讲说讲行，爬行安尼。哦，迄牧者就安尼爬到安尼，像只牛安尼喘到流，迄若热天迄牛拢会流汗，因为都喘到要惨去啊。吼，顶悬的拢坐伫遐咧吹凉风安尼啦吼。伊讲即款教会要复兴哦，迄则奇怪。但是呢，一间复兴的教会应该亲像咱5月食肉粽节的时阵吼，迄个培灵船啦，培灵船。咱知培灵船有3项重要的任务，迄只船要用对毋对？后来头前有一个咧抢旗的迄个吼，拍伫迄个龙船头的，后壁面有一个换大的，佫一个龙船头对啦，迄咧抢旗的迄个有时伊佫加一个是咧讲鼓的，嘣嘣嘣嘣安尼。村的人拢咧创啥？毋是我讲行伊就行，毋是啦。大家拢举一支桨吼，一支迄个桨吼，画节，就大家做伙往后，无人吼画节的时阵，伊往头前咧飞水，就无效啊。所以你看迄若会培灵船会紧，搁后走拢是迄个号令足整齐，往后滑吼，所有的水拢往后壁来。我会记咱。遮有真侪新老病院的同工啊吼，我知影新老病院的员工拢捌参加过培灵船，哇！逐摆若要培灵船时，拢爱去训练哦，训练看迄个桨要安那迄个，而且毋是坐尔咧，有时爱徛半徛吼，伫水边伫遐挂，是安怎呢？就是头前有人讲来1、2安尼，后壁有一支换大的，所以若要上顶是啥物呢？牧者。甲这长老就是这在负责发声的，所有兄弟姊妹拢是遐咧培灵船咧划桨的遐个人。所以你想讲一只牛车较后走呢，还是逐个人拢咧出力，会培灵船较紧呢？我真期待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你了解这个心意，知影讲要一个教会要复兴要进步吼，毋是啥物人较牛啦，毋是非你不可啦，是大家都需要，大家都必要。愿主。恩典赏赐伫咱遮要做牧人的长老、执事、事奉同工，也咱心内咧祈祷讲，13号有一位新的领袖，真侪上帝所命定的，上帝所应允的，伊是谦卑欢喜，要接受主差派，真做这个世俗的国度的首长，带咱台湾进入到一个更较荣耀伊的国度。我有捌一届。吼，未选举之前，捌听过一个，有那是国家的领袖级的，伫个场合吼，伫个教会场合咧讲话，伊咧讲话当然足客气啦吼，伊就讲出讲我有捌接触过某位牧师吼，伊甲我勉励，讲我嘛真仰望，讲我有一天会当亲像上帝的奴仆共款。伊安尼讲哦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都这个政治领袖，伊安尼讲，我仰望我成做一个上帝的奴仆，会当互伊采用，为着台湾来贡献出我的心力。咱真期待讲，咱所有的政治领袖，虽然伊有诶毋捌上帝，吼，有诶信仰甲咱无共款，但是咱也是家己咱的国度的想法，遮个人拢是上帝所选派。
无管人用什么办法选出来，咱嘛讲伊就是合上帝心意的领袖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祈祷，然后开始准备要来做就任式吼。啊，我伫这就任式的进程来先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啦吼。头一个就是讲，咱当小等下咱任这个就任式的死的时阵，啊，咱三位要受差派，啊，奉立的长老，咱徛到伫头前吼。啊，牧师来照这个礼式来互因誓约，誓约了后，因为因头一遍要就任，所以呢有一个过典吼。啊，咱请另外两位现任的牧者到头前，啊，咱要为着因来换手来祝福祈祷。好，啊，这个礼式好。啊了后，咱所有的现任的长老出来外面，甲因握手吼。啊，为着要时间较节省啦吼。当因出来，甲咱遮的长老啊握手，啊，咱遮长老出现，甲伊握手，啊，要翕相的时阵，要请今仔日要就任的执事啊，顺啊出来，哈，啊，搁参4位，这小组长，啊，搁参首长也拢出来，啊，咱翕一张相，安尼就毋免分几啊摆安尼吼。啊，要安怎互咱的全部的中级做翕相，咱搁来约时间，因为咱无共年代，拢无共款的中级啦吼。啊，了后咱才来刷接到即个中保大岛吼，中保大岛的就任式啊，来差派式，咱大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，阮欢喜真做你的奴仆，毋是因为阮有啥物才调，也是阮比人较敖，是因为阮知影，阮要忠于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忠于圣神的膏抹，因为这个是上帝你对天顶来美好的差派甲恩赐。我要为着3位长老啊，6位执事，还佫有4位的首长来就任，愿上帝恩膏伫因的身上，就亲像当时以赛亚伊所宣讲的，讲我就是对上主临到我。主用油抹我，伊差派我去。愿主将这款的恩典赏赐伫遮的同工的中间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坐咧吟吼，啊，这个长老就任的。